今日特惠呢一套單位咧就位於三鄉華佛觀山水，呢一套咧就啱啱加推嘅3棟上邊103啊，18樓03號戶型，95方3房2衛啊，冇呢個景觀真係冇得頂，望正住啲園林啊，別墅景觀。OK， 咁我報價錢先。咁呢一套單位咧市面價大概係65萬啦吓，都係大裝修俾你嘅。嗱，咁我哋發展商嘅底價咧就633853蚊。咁有一樣嘢你要知道咧係咩啊？就同一個樓層，我哋而家所企嘅03戶型咧，比起02戶型同一個面積咧會貴啲噶吓，總價咧貴喺18000至2萬蚊左右啦吓。所以我哋而家呢一個03戶型會貴少少，但係個景觀都正啲嘅。OK， 咁我計佢首期款咧就係95853蚊，貸款係53.8萬嘅。咁月供款咧30年月供，每個月咧係2268蚊。咁以下咧就其他雜費啦，維修基金參考方係6650蚊，契稅咧大概係6150蚊左右嘅。咁律師費咧就1400蚊，物業管理費咧就266蚊，收樓時候俾嘅。咁最後一筆咧就係舉造費係800蚊。好啦，咁以上呢一刀咧就係我哋發展商嘅底價嚟噶啦。咁喺我哋公司買咧，仲可以回贈2萬蚊現金俾我大家，係簽約當日即時拎翻俾你，相當於你呢一套單位咧就係做到613853蚊就有交易噶啦，性價比直接拉滿啦吓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或者想了解其他樓層唔同戶型嘅詳細價單，或者係對比啲多啲優惠都好啦，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翻我哋噶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公司有免費嘅商務車喺香港接送睇樓噶。咁視頻最後咧，都希望大家點讚關注或者 share 俾翻啲有需要朋友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